郡主要是这么讨厌二皇子，待比赛结束后，我替郡主好好整治整治他。可千万别，要引起两国纠纷可就不好了。没想到郡主如此深明大义，本王子更加欣赏你了。王子得罪了。真是天妒英才啊！没想到神勇的石进大人居然也落败了。多谢郡主相救，应该的，谁让我们是战友啊？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吗？那你可想多了。郡主，为防万一，我们还是分头行事吧。万事小心。嗯。恭喜恭喜！恭喜大业国第一届刺激猎场优胜者爱颇国阿克奇王子！恭喜！这荣耀要归功于大业福乐郡主，没有他与我同心协力，我不可能取得胜利。所以，这最终的荣耀要归功于大业以及所有的友邦。这话说得好，来人，为班花与阿克奇王子赐酒，同时各赐黄金100两。谢谢陛下恩典。谢陛下。没有花花，友邦队根本就赢不了。郡主，我要怎么做才能让你改变心意？看在你这么坦率的份上，那本郡主给你指点一条明路吧。要不，王子考虑一下，真正的石飞仙？不，郡主，我喜欢的是你，不是石飞仙。好，那我也爽快地告诉你，我心中已有他人，我俩不可能。郡主爽直，我欣赏。要不，咱俩一结金兰吧？一结金兰？妹妹，这金刀哥哥带在身边多年，就当做我们的结拜信物吧。可是我现在身上没有适合的东西回赠你。不必送，妹妹一生大哥胜过真金白银。那大哥几时回国呀？大哥我还不着急回去，想好好游历一番这大业京城。正好，这大业京城吃喝玩乐的地方没有我不知道的。大哥找个时间吧，我做你向导。好啊。